鳌拜，你别不服气，没想到你这个人不仅有勇无谋，还有眼无珠。站在你面前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皇上，他是皇上的替身龙三。你说他是龙三？护驾，护驾！这边快！启禀皇上，情况果然如您所料，这宫中藏着数十个鳌拜的手下，奴才按照您的吩咐早有准备，才顺利的将他们拿下。好，擒下鳌拜。这，来人，拿下鳌拜。这，他真是皇上？对，这就是当今皇上。微臣参见皇上。丫头，你白长了一双大眼睛，中看不中用。你可知这玄烨在先皇的皇子中排行老三，龙三的名字是他平时出宫微服私访时的化名。你也不好好想想，他要不是真正的皇上，何来的这等的气象啊？你真的是皇上？3日事情的时候，为什么朕要戴着面具？朕跟你说话的时候也是破绽百出，可是你都没有发现，朕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单纯可爱的女孩。皇妹，赶紧下跪！你这个骗子！皇上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放开！你就是个混蛋，你就是个无赖！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你不仅敢打朕，还骂朕是骗子无赖！你本来就是骗子，本来就是无赖！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够砍你100次头了？砍吧，反正现在鳌拜已经被你制服了，留着我这个猪脑袋也没什么用了。好，你不怕死是吧？那你哥哥呢？你知不知道你打了朕要被诛9族的？好啊，你先是利用我，现在利用完了对吧？我没有价值了，你就知道欺负我，砍我的头，还要诛我9族，有你这样欺负人的吗？伤口这么深，你还乱动？你等一下，朕马上让你哥哥过来给你止血。现在都要砍我和哥哥的头了，还止血干什么？朕难道不该砍你的头吗？你知不知道从小到大，还从来没有人打过朕？就算朕的皇阿玛在世的时候，也从来没有动过朕的一根手指头。那还不是因为你骗我？你跟我说你不是皇上，你是龙三，我是你的老大。那小弟做错事了，老大教训一下怎么了？那要你这么说的话，还是朕的错了。没错，就是你的错，谁让你骗我了？